眾所周知，英國人均林超英，大部分屋企都唔裝冷氣，安裝率一直低於5%。但點解呢度大家都慣咗冇冷氣呢？英國電費係歐洲最貴之一，一到真正炎熱嗰幾個星期，開冷氣絕對係一種奢侈。而好多舊式英國房屋牆身厚實，外牆冇偽裝室外機，傳統英式窗戶唔適合穿排氣喉，安裝便攜式冷氣都有難度。加上消費者嘅觀望循環，英國每年熱浪日數唔穩定。以 South East England 為例，平均一年只有大約2-3個星期係真正炎熱天氣。大家熱浪嗰幾日誓神劈願話要買冷氣，但等到揀好型號，天氣又涼翻，計劃擱置，下個夏天再重複一次。更根本嘅問題係英國舊式房屋設計係保暖，唔係散熱、厚磚牆、細窗、通風差，加上不少物業係保育建築或保護區，室外機更加難裝，即係話就算你想裝，都未必裝得到。不過呢個冇冷氣嘅時代可能要結束啦。英國衛報報道，隨住極端天氣越嚟越頻密，加上在家工作普及，英國裝冷氣嘅家庭數目3年嚟已經翻倍，總共超過400萬戶。其中固定式 built-in 空調佔190萬戶，便攜式 portable 就稍多，有220萬戶。有電器公司形容，冷氣終於擺脫奢侈品標籤，變成必需品。根據數據，英國2050年極端酷熱風險將會上升300%。氣候變化委員會揚言，國民需要習慣生活喺一個 hot country， 建議學校、監獄、醫院、療養院都應該安裝冷氣。依家買家同租客對 summer comfort 同 climate resilience 亦越嚟越重視。研究顯示，裝冷氣有機會令樓價增加約2.5%，不過都要留意，唔係每個物業都適合裝冷氣，尤其係 leasehold 業主。裝冷氣前可能需要向 freeholder 申請書面許可，甚至影響物業保險。你哋又知唔知 leasehold 同 freehold 業主裝冷氣流程有咩分別？快啲加入 WhatsApp community，等我話你知。